上请到早，欢迎收看今日1月7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邝兴竹。先开始，咱来关心一个上新的消息，这是美国华府发生暴动，因为现任的总统川普的支持者冲入去国会，反对参众2院的联席会议，要认证拜登做后一任的美国总统。暴动的过程中，有1个人着枪，有几个人着伤。美国总统的当选人拜登是出面呼吁川普爱面对现实。那川普嘛呼吁伊的支持者好转去啊！目前暴动的危机有暂时解除。警方徛伫咧管理所在，夜青对准伫咧国会大门的抗议民众，有一位示威者就徛伫咧青的头前，下骹的民众一直发声。国会大楼内面有人甲众议院议场的玻璃讲破，场内有执法人员夜青对准门口，因为议场内催泪瓦水味正重。众议院要求国会议员戴防毒面具，带议员脱离议场。What do you need? I'm good.根据 CNN 报道，有一位撞入去国会示威者着枪。国会参众2院联席会议伫初六认证3股联团选出民主党的拜登为后一任美国总统。不过无到1点钟，进前就伫咧路的游行要去华府的川普的支持者撞入去国会。2院会议停来，白宫也正在戒备状态。现任总统川普、总统当选人拜登拢发表谈话，叫大家冷静。We don't want anybody hurt. It's a very tough period of time. This was a fraudulent election. We love you. You're very special. But go home and go home in peace. The scenes of chaos at the Capitol do not reflect a true America. Do not represent who we are. 川普进前伫咧推特要求国会大楼内面的所有人保持和平、固执目的，咱是尊重法律甲秩序的一群人，请支持国会警察甲执法人员。也因为副总统潘斯已经明确甲川普讲，伊袂也无权力阻止国会认证3股联团的投票结果。川普也推文讲，潘斯无勇气做保护国家甲宪政应该做的代志。潘斯伫咧参议院的责任之一，就是伫咧国会联席会议上正式宣布总统当选人拜登的3股联团得票数超过川普。伫暴动发生了后，潘斯已经被护送离开。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就伫台北时间早起7点，也就是美东的时间暗头6点，华府已经正式实施宵禁。目前有出动1100个国民兵伫街仔路，伫华府的街头附近，民众嘛豆豆散去啊。主要是因为宵禁已经开始实施，会实施12点钟。美国的众议院的议长佩洛西是表示讲，若准是今日暗时华府的附近拢已经空，就要继续进行国会认证选举结果的议程。那伫台湾时间今日早起7点半，台美双边嘛要用视讯会议的方式来举行政治军事对话。打算伫会议当中会讲到区域安全甲军事的议题。不过中国外交部是气噗噗，要求美国爱随停止甲台湾做任何形式的官方交流。美国国务院官网列在公开行程，台湾时间初7早起7点半。政军局助理国务卿傅博会用视讯方式甲台湾做政治军事对话。虽然外交部讲，因为台美互信甲外交之间的约束，无方便对话讲更较侪内容。不过其实台美的政治军事对话已经做真侪年啊。2019年8月，傅博就捌伫咧推特发伊家己甲迄当阵的驻美国代表高锡泰做联翕的相片。也讲再度确定美国甲台湾的政治军事对话，以促进台海甲地区的和平稳定。不过过去几年拢伫咧华府办的台美对话，去年受疫情影响拖到即马，也是国务院正罕见提早公开行程，明显比以前较高调。中国方面讲会依照形势发展做必要反应，坚决捍卫国家的主权、安全、利益。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涉及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中方敦促美方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规定，立即停止与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以免进一步损害台海稳定和中美关系。外界认为这场会议会讲到区域安全甲美台军事的议题，不过外交部甲驻美国代表萧美琴拢无加做回应。外交部只敢讲会继续甲美国保持密切的沟通交流。记者综合报道。
后个月就是旧历过年啊，是围炉团圆日子，真侪人会对国外返来台湾，因为即马咱政府限制伫1月15了后，居家检疫爱一人一间，一人一户，防疫旅馆就无够用。疫情指挥中心昨已经决定讲，要开放1500间到2000间的集中检疫所，互返来台湾的人先注文。若交通部嘛咧研究替代方案，要互需要居家检疫的人住伫厝内，若厝内底人会使暂时搬去住旅馆。春节海外台湾人拢返来，佮加上15开始，国家检疫人爱一人一户。双北防疫旅馆是欠缺，到初六新北空房只剩70间，安全量不够，引起大乡家兄烦恼，无法度返来过年。我打了几家新北居家的隔离酒店都订不到房，马上就要过年了。台北市政府伫11到28，台北市防疫旅馆只予台北市民住，重新检查台北市防疫旅馆的空房，到初六为止也有6500间。所以预计到1月份1月底可以再增加450个床位，所以加起来大概可以到7000个床位，这是第一个我们供应的量。我们以市民优先，但是如果有剩下的房间，我们一样会提供给这个非台北市的市民哈。新北市的防疫旅馆虽然先提供给新北市民，不过会支援金门、马祖、澎湖外岛的民众。我们一定会去支援我们离岛需要的防疫需求量，可以把住家让给我们回家居家检疫的家人，就可以打3折到5折，住到一般旅馆，家人可以住到这边。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是决定开放1500到200间的中央集中检疫场所，予海外台湾人使用，不过免家己选择检疫所的地点，由指挥中心统一调度。预计在1月8号起，那可以登录这个入境检疫系统的这个网页，而且完成线上刷卡缴费，不分本国人、外国人，都是每天这个新台币2000元。面对防疫旅馆总量可能不够，交通部长林佳龙开会，研议推出安心旅馆的替代方案，让检疫者踮伫厝内换成厝内底人住一般旅馆，可能是一房补助800，不过交通部表示还在研议当中。记者综合报道。做回关心天气，今仔日寒流会入南，各地温度会下降。今日早起上低温是出现伫新北市的富贵角，低温是11度1。咱来看上新的温度。今日伫北台湾会继续落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气象局早起有针对双北、基隆发布大雨特报。若早起上低温是出现伫新北市的富贵角，是11度1。寒流到位，愈换就愈寒。伫中部以北、东北部，低温敢若6度到8度，甚至有可能会更较低、更较低。若今日下晡到明仔早起，伫北部、中部的关山拢有机会会落雪。这波冷空气头尾会影响6天左右，上悬时阵是拜5、拜6，若礼拜日会略略减弱，到后礼拜1、拜2的时佫会增强，按算到后礼拜3日时过后，各地才会恢复侪云到好天，所以乡亲这阵一定要穿好少。网啊友好，阁较真深受别安，因为寒流要到位，婚林菜农真顶真，因为顶一摆寒流已经予菜叶啊受损，卡出这一摆阁无细枝，菜色无好看，造成更较大的损失。寒拢爱围啦，围拢围北边啊，南边无围。外地台南的渔民也烦恼鱼仔甲鱼仔去寒死，伫渔运的周围大埔旁洞风建立活动池，希望将损失风险降到上低。我们这次又把我们的水位再给它提升，让它我们的鱼池的水位再加高，来准备过这个挑战。寒流会伫初7、9月，气象局发布低温特报，有高中部以北、东北部低温下探6到8度，南部也无到10度。寒流预计影响最明显的时间点，会是在礼拜5一整天到礼拜6的清晨。中部以北、东北部的低温呢，大概是6到8度左右；南部地区呢，大概是9到10度；花东地区的最低温呢，也只有10到11度左右。我们预计在中部以北的沿海地区呢，体感温度呢，有可能到达0度甚至0度以下。不止体感温度可能接近0度，这摆寒流因为水汽充足，专家指出北部亲像太平山、拉拉山这山区，拢有落雪机会。太平山啊、拉拉山啊、武岭、合欢山等等，应该都有机会。那另外就是在这个比较中部的地方，它可能就是要到这个2000公尺以上的一个山区才有机会降雪。
专家指出，寒流有果伫礼拜二减少，这段时间爱提醒农林渔牧业，爱设置损害旱害者影响，而且民众也爱穿较少咧。记者综合报道。即阵是草莓大出的时，有农民是发现讲草莓的叶啊大冷死几片，有民众是谣记讲，敢是因为欠水，人工造雨，雨水内底有化学药剂。也毋过农政单位是到现场去了解，发现讲草莓安尼是去喂着病虫害。现时草莓阶段大出，毋过田野草莓的叶啊煞拢大冷去，无法度收成。苗栗大湖的东兴村伫马拉邦山的山脚，真适合种草莓。哪知影讲第二期草莓才开花，就拄着霜雨，全村受影响的范围有到5成，损失大约3000万，是有农民马口无目屎。下酸雨啊，开始采了2个月了，它第一次下雨的时候，过了就才死的啊。释放人造雨的时候呢，一定要能通知我们这些这个大埔乡，我们这有500多公顷的草莓的农，让他了解说这释放人造雨会造成我们这个草莓农的一个损。农民怀疑草莓种内外是甲种植人工造雨有牵连，可能是化学成分造成霜雨。希望政府要人工造雨，就要先通知。农林署甲农改场接到消息，找5夜来到现场会勘调查原因。关于草莓，它在果实上还有植株叶片上的病症，那经过我们的检查确认，是好发在香水上面的叶枯病菌所造成。那因为这是一个真菌性的病害。它很容易因为雨水的弹溅，然后造成传播。中兴大学化学系李茂勇教授认为，若是要搁做造物者，成分大概是氯化镉、氯化镁、氯化钙。毋过镉、镁、钙是肥料的成分之一，雨落落来浓度嘛袂伤悬，理论上是袂有问题。农林署嘛表示会进一步调查草莓袂坏的原因，也会搁再公布。记者陈焕武、柯正俊苗栗综合报道。咱乡亲做伙来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换所卫生分证之战风波不断，即马行政院政务委员唐凤是表示讲，目前为强迫民众一定爱换，目前换的市场嘛有去签到，所以到后一任选总统、后一摆选总统的时，旧身份证应该拢也可以使用。来看《联合报》，大学的学生伫这个月22、23要考试。今年有12.800个考生去报名，创下历史新高。其中有超过1万个订考的考生。大考中心是分析讲，即卖人囡仔愈生愈少，也毋过大学的名额无变，录取率就真悬。大学生若发现学的无兴趣，就会去订考看卖。来看自由时报，咱台湾的少年人、少年家即马是愈来愈老，108学年度15岁的查甫囡仔，平均是169公分，平10当前是老1.1公分。若查某囡仔平均是身高158.7公分，嘛比10当前悬0.6公分。小儿科医生是分析讲，因为即摆囡仔营养好是主要的原因。来关心咱国内昨昏有新增加2例境外带病入境的案例，是对印尼甲菲律宾来的。另外，国内英国的变种病毒即马又搁增加2例，目前计共有4例，拢是进前对英国入来的，其中有1例已经是重症。另外，疫情指挥中心嘛提醒民众讲，对1月15开始居家检疫，即马规定爱1人1间1人1户，若是违规，上重会罚款100万。国内新冠肺炎搁再增加2例境外移入病例，案例819是印尼籍30多岁男性移工，案例820是菲律宾籍20多岁男性移工，两人拢有登记前3天内阴性检验报告，入境到即阵无症状，两个人拢是检疫期满进前采检才确诊，互伫国内确诊人数总计有819例。而进前国内出现2例英国变种的病毒病例，即阵搁新增加2人验出变种的病毒，分别是案例793、799，其中案例799是英国籍70多岁男性属重症，即阵将使用呼吸器治疗。这一例是本身他自己是有其他的危险因子，包括他的年纪比较大，70几岁，然后他有心脏血管方面的潜伏的疾病，他有比较肥胖的一些状况，所以是本来就是有一些风险，容易重症的一些风险因子。因为国际疫情依然真严重，指挥中心宣布，对1月15起，返来台湾伫厝检疫的人必须1人1户。指挥官陈时中呼吁民众，防疫期间唔通害人害己，违反规定的人，上悬应当罚100万块。那现在这个很清楚，这一户里面这14天就不会有人进出的了。
对，它是比原来更清楚一点，更容易被监视，那更容易能够达成我们跟社区区隔的一个目的。但中间还是要靠自己，大家不要做害人害己的事情。去年12月，一个浙江大乡案例719甲德国籍的确诊者，把住伫同一间的防疫旅馆，引发本土为着病毒的争议。经过基因定序，指挥中心表示，两人的基因定序员工拢是同款的，研判应该是同一系列。因为旅馆的工作人员采检拢阴性，无扩散的疑虑，已经结案。另外，为了因应英国变种病毒株侵入台湾，华航甲中英拢宣布要取消2月台北来回伦敦所有航班。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即马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也搁咧拖。即马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8700万例，死亡人数有188万人。咱来看详细的统计。咱台湾政府卫生增加2例，目前计共819例。中国的病例有87000例，伫香港是9000多例。那日本已经超过25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2100万例，伫印度嘛已经超过1000万例，巴西是超过781万例。欧洲的国家伫法国已经超过276万例，伫英国是已经超过284万例。来关心欧盟伫初6批准美国药厂莫德纳研发的预防剂，这嘛是欧盟批准的第2期预防剂。不过荷兰是到初6才开始咧做辉瑞甲 BNT 的预防剂，这嘛互外界批评讲因动作伤慢啊。那伫英国，这嘛疫情严重，已经连续2天新增加的病例拢超过6万例。英国国会下议院这嘛已经通过支持首相强生要执行上新的封锁令。The ayes to the right, 524. The noes to the left, 16. So the ayes have it. The ayes have it. 英国国会下议院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支持首相强生，最高透早开始实施的封锁令，因为英国过去2天确诊人数拢超过6万。It's vital that we protect our borders, protect this country from the readmission of the virus from overseas, and that's why we took tough action in respect of South Africa when the new variant became apparent there, and we will continue to take whatever action is necessary to protect this country from the readmission of the virus. 造成英国疫情恶化主要原因包括传染着正惊人的变种病毒，一个耶诞加新年假期期间防疫工作做了正消极，所以第3遍全境封锁令至少会当1个半月。除了照护、必要工作、买生活用品、加紧急移动之外，英格兰地区会开始封城，掩护一寡不满封城的民众伫国会外口示威，有人被铐手铐逮捕。欧盟伫初6批准使用美国药厂莫德纳公司所研发的新冠预防剂，这是欧盟药品管理局批准的第2种新冠预防剂，也建议欧盟和这种预防剂正式有条件上市的许可。We verwachten ook weer van dit vaccin, dus ook al bij Pfizer gezegd, dat het ook wel waarschijnlijk wel werkzaam is voor die Britse mutatie, dat virus wat daar is gezien. Maar dat moet wel nog worden bevestigd door onderzoek. En de fabrikant doet dat onderzoek om te kijken dat we daar wel zekerheid over hebben. 欧盟伫去年12月27就已经开始做新冠预防剂，不过荷兰一直到初6才开始做，也就是讲预防剂伫咧冷冻库内面采2礼拜，互外界批评动作伤慢。荷兰目前正伫咧实施5礼拜封锁，所以最近几天确诊人数已经有降来。公司新闻张伟林、张建光编辑。即摆疫情伫全世界遮尔啊严重，若世界卫生组织想要去中国调查病毒的源头，说互中国阻挡。嘛，因为即阵变种病毒咬团，美国的加州甲洛杉矶医疗体系已经强要崩盘。若伫日本这边，即摆疫情更严重，日本政府按算伫今仔日要宣布首都圈进入紧急状态。原本已经得到中国同意，坐飞机要去中国调查新冠病毒起源的2位世卫专家小组，一直摕袂到中国合法入境许可。一位已经回头，另外一位还阁伫咧第3地转机等通知。世卫组织伫咧初5表示，对中国政府的做法正失望。We're eager to get the mission underway as soon as possible. This is frustrating, and as the Director General has said, this is disappointing. 新冠变种病毒的危机继续扩大，美国加州的医疗体系已经无法度负担，强要崩解。国家做预防剂的进度比袂着病毒传播的速度。
洛杉矶阵差不多5个人内面就有1个人确诊，平均6分钟就增加1个人确诊。洛杉矶当局顶礼拜下令，无存活机会病人病会当不爱收，病人医生心理甲身体拢正忝。Patients are exhausted, staff are exhausted, we are exhausted. 共款有变种病毒入侵的日本媒体报道，东京都伫咧找人新增加确诊1591例，第一遍一天就超过1500例，搁再创新高。伫初5也增加76个人过身，也是疫情以来上侪纪录。日本首相菅义伟上紧伫咧初7个对疫情严重的首都圈1都3县，包括东京都、埼玉县、千叶县甲新内川县，发布紧急事态宣言。期间1个月，首都圈也决定初8到30日采取紧急事態行動，希望市民暗時8點了盡量莫出門。こうしたご指摘、また昨年の春の緊急事態宣言の時、これは1ヶ月程度の期間を取ったこと、これを参考にしながら今検討を行っているところであります。南韓的疫情已經連續2天，每天新增加的確診比例都伫咧10例以下，顯示感染率有下降。南韓因為疫情死亡的人數已經到1027人，防疫措施依然無法度放鬆。公司新聞金冠慶編輯。來關心香港，香港政府、香港警察閣咧烏白掠人，即擺是掠走53個民主派人士，因是指控講因違反香港版的國安法，而且香港警方嘛去超幾啊間新聞媒體、甲民調民意的研究所，而且限制因愛佇時間內交出文件配合調查。透早6點外，幾個港警國安處的人員向出現，提出搜查令，把香港前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林篤定掠走，指控伊涉嫌違反顛覆國家罪。因為依家你咧涉嫌咧就違反國安法，顛覆國家政權罪。去互拘捕的，抑閣有香港前立法會議員杜建新、尹兆堅，香港大學法律系前副教授鄭耀庭，抑閣有香港元朗區議員吳建偉等人，都當作拘捕至少50個人。香港版國安法正式施行了後，香港政府小連續展開拘捕的行動，真濟民主派的人士幾啊屆互掠走，即屆香港警察閣一屆去掠人。民主黨佇咧網絡頂懸講，伊是去互指控參加2020年民主派提出的35家公民投票初選計劃初選，伊當陣選出35個人士，目的是要否決政府任何的財政預算案或者是議案，而且要求行政長官愛辭職，因為安尼去互安一個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咁今朝早咧，警方咧亦都嚟到呢個立場嘅辦公室門外咧，咁就要求咧就簽署一份嘅文件。另外，國安處嘅人員一個擴大搜捕嘅規模，去協辦初選嘅香港民意研究所總部搜證，一個有幾個香港警察去香港媒體立場新聞，佇咧關島嘅媒體辦公室，要求因愛甲相關嘅文件交出來。因若前香港眾志秘書長黃志峰當地嘅封關，伊嘅人面冊編輯團隊嘛發文，講同一個時間，香港警察嘛以違反國安法做理由，去黃志峰引導搜查。即個大規模搜捕嘅行動，嘛去互外界質疑講，香港政府是咧甲伊算數。記者綜合報道。今日國際上還有什麼大代誌？甲鄉親咱做伙來看世界。美國華府是發生暴動，美國新選調總統的認證證書即馬只好前後，有一個女性胸坎著穿已經死亡，那華府即陣當地是不是宵禁？來看看加拿大有幾個官員甲機關即馬互野講，佇疫情期間逃走出國去佚佗，即馬違反規定，愛互處罰。來看香港政府，佮開始咧烏白掠人。美國總統當選人拜登提名嘅國務卿布林肯是出聲譴責北京打壓民主，那後面是要求香港愛趕緊幫人。鏡頭轉個國內，咱來關心華航新拆嘅飛機外口批有台灣嘅圖，即馬就媒體曝光本地這新嘅飛機要飛去香港，煞雄雄取消。因個交通部長林佳龍表示，講無這款代誌，嘛強調航權是對等平大的。華航777F 新飛機導裝進前公布，卡國立體放大加上台灣的導愛，也縮小 China Airline 聯樣，想要讓台灣以上經用客運傳達到全世界。不過有週刊報道，華航新飛機原本要首航香港，卻是技術做到失壓了取消，經改派舊導裝的747飛機。航權是對等的啦，我想因為這個只是傳言嘛，華航也已經澄清了，那我們希望沒有這樣的事，那如果有的話，這會涉及到航權的對等，不是單方面他們限制我們的問題，也會限制到
他们的飞机能不能飞台湾的问题。新的导升未来是毋是影响飞机飞港澳中国的任务？交通部回应，航权是对等的。华航未来依照国家期待，继续台湾以上的导升设计。航法协会是分析，国际上也无发生过因为飞机改导升就互禁止入境的前例。那传闻消息就是政治因素，所以爱注意的是，甲中国友好国家是毋是也对咧安尼做？毕竟。中国大陆现在已经是一个强权大国，而且它有很多东协跟相关的联盟，那么它也可能影响到周遭的这个联盟的国家，然后希望它行使不让这样的涂装的这个华航的班机入境。对着是毋是被时间压力取消777F 飞机飞香港，华航发表声明，表示因为777F 飞机有省油的高效优势，以派飞北美飞机航点为主，搁再搭配亚洲这所在航点，包含日本东京、越南乌志明市甲河内。这辆777F 是依照原定班表飞泰国曼谷甲纽西兰基督城，这阵新飞机无飞香港，不过也无排除未来看状况调整。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咱台湾对元旦开始加强边境的管理，教育部已经先暂停境外学生申请来台湾，即马大约有4400多人受影响。教育部表示，已经有开下部会会议，做伙开会讨论，看要安怎办。境外生搁拄着渐慢来台禁令，农历年后准备读大学硕士班、春季班的境外生影响上大。教育部统计，109学年度第2学期预测入境的新生拢总有4489人，少数是顶学期休学，还是因后入学的境外生。本来是安排2月4号、5号、6号入境，可以接续2月22日开学的学习。那现在呢，我们也取消了防疫旅馆的订房。渐慢受理境外学生的入境申请，各大学强要无法度应付，按过配合防疫，目前敢来当单台。台大甲清大认为讲，去年大专院校将近2万的境外生入来，防疫差不多无漏棚，5万量早一当专案入境。你如果把它流出去，是到什么所谓检疫旅馆，但是它控管会配到检疫所，它毕竟是小部分哈，而且它来的目的并不是旅游，并不是短期的，是长期的。这一块，如果我们过去的经验再应用到春季班的话，然后春季班的人数又比较少的话，我觉得事实上。我个人也不会认为是很大的问题。教育部解释，配合到边境管制较严，才会渐慢，设立召开跨部会会议，就是要检讨境外生入境到底倒一寡爱搁强化，尤其是指挥中心上注意的这个居家检疫场所、好好检疫宿舍，嘛是爱做，有一寡关键需要确定。最基本1人1室的单独卫浴，这个而且里面不能有非居检人员，那居检结束就要离开等等的这些条件，我要确定，而且要经过地方卫生单位看过。学校爱提醒学生囡仔，唔通袂记登记3天前 PCR 阴性证明，14天的自主健康管理，嘛爱互因关怀。教育部表示，会赶紧确认新的机制。另境外生是属有特别许可甲专案许可，大陆学生囡仔袂因为讲无居留证，都被摆渡在外。只要指挥中心同意，就会恢复本来运作。记者综合报道。中华的顶镇国小已经成立62档，目前全学校有33个学生，若一年学生囡仔敢若2个。按算讲，伫今年6月份要停止招生，即马家长甲学生拢真唔甘。对着老师甲同学做伙欢喜上课，这种情形未阁出现咯，因为这是彰化县大城乡顶镇国小最后一个学期。彰化县政府今年偏乡小学校的评比当中，顶镇国小的分数上低。最近要举办停招公听会，面对特别废除学校，家长也相当的无奈。我是希望政府能多照顾一点那家偏乡小学的学生啊。顶镇国小建校62年，目前全校是33个学生囡仔，今年新生敢若2个，面临囡仔愈生愈少，甲人口外移的影响，学生的人数愈来愈少。他们除了正课的教学以外，下课时间也需要互动学习，所以这方面我们就比较缺失。彰化县政府去年已经将大城乡的永功国小废校，今年要搁废掉大城乡的顶镇国小。彰化县教师工会认为讲，小学校合并停招是无奈趋势，但是学生囡仔甲教师，县政府爱做好安置，校地的利用嘛爱好好规划。那重要是说，它的配套要做好，师生的安置啊，然后以及呢这个学校教育的再利用。面对地方的意见，彰化县教育处也做出回应，强调一定会好好安排学生囡仔甲老师。
学生我们会把它就是安置到我们邻近的学校，那提供相关的一些协助。那老师的部分，我们会依照我们的接聘办法，优先安排到我们这邻近的学校去。中华关教育处规划将学生囡仔安排到1.9公里外的西港国小来读册，也予因相关的补助。不过今年列入小校评估的其他的小学，也是存在废校的压力。地方是希望县政府会当加予因缓冲期，莫造成学生囡仔甲家长伤大的冲击。记者综合报道。上新消息，咱来关心阳明山的擎天宫小连线发生水牛青公司。台北市的动保处送检了后，有召开专家会议，检判讲水牛应该是营养不良死去的。即马阳明山的管理处因为犯过失致死，所以要罚7万元。动保处是表示讲，这顶牛是野生的。阳明山的管理处伫108年12月份，有设围篱啊、铁丝网啊，将牛靠伫大约42公顷的范围内。水牛因为无法度按照天气的变化去找食的，也是去避寒，造成水牛大量死亡。阳管处虽然毋是挑工的，也毋过爱负过失的责任，所以罚新台票7万元。也毋过阳管处是不服，讲会提出诉愿。即阵青肉的猪肉爱表示，若加工品嘛是共款爱。台北市长郭文哲是专工去巡肉酥店看业者敢有照起工做甲到。另外，地方政府禁止山肉种的自治条例，互中央讲是违反宪法的。台北市议会昨昏是二读通过，要提出大法官解释。说你原料的价格还没上涨，还没飘动，还没有。我们短期之内是不会去涨它的价格。台北市长郭文哲去迪化街食肉干，看猪肉加工品标示情形，业者敢保证，因为肉酥肉干拢是用国产台湾猪，用手机啊扫 QR code 就知影伊的来源、屠宰场甲日期。比较有纤维，因为如果说你是用冷冻的来猪，或者是用冷冻猪去做的话，它吃起来的话会像就是有点泡，对，有点柴的样子，比较没有那么好吃。业者讲，目前顶级的厂商供货拢真稳定，供应链透明，只要是提供屠宰证明，表示清楚，就唔惊人客走去。对内都的议题，郭文哲也搁批评民进党，谁执政谁就战争，谁在野谁就反对。所以今天小英要出来说，我跟马英九一样烂，他要这样讲吗？他也讲不出口啊，要不然他就出来道歉，我以前我错了。北部卖肉酥的老店继续无变，不过南部伫咧卖肉丸的店开始发不起。本来3粒60块，这么起10块。因为去年刚好无新冠肺炎的问题啊，所以我们想说再撑一阵子。我们也之前就公告了说1月1号要涨价啊，所以就是这样子而已。所以跟来猪完全没有关系。对店家来讲，如果合理就合理啊，我觉得他们该涨就涨哦。哎呀，又不是天天吃的东西。业者讲，起价是因为店租原料容器，甲内都无关系。对内都地方的食安自治条例甲中央有冲突。台北市议会国民党团完成实验提案，找到台北市议会国民党联合新党、民众党强势表决，力托过关。台北市议会将在全台湾第一例通过提出内都实验申请案。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有一个20岁姓林的大学生，自本是举教练的校队，有一摆是登去国中接受训练，协助学校扫风台天登去的树仔，说互树身底一个半身不遂。伊阿嬷搁去法院要求学校爱赔2000万，不过学校即马是赔回讲，无叫学生囡仔去拼这树仔，所以学校无责任。我一暝爱去学校3届，换着树仔。阿嬷用力斗3工，把伊的双脚刷去咧面床顶。原本是亚东校队摕过金牌林同学，4年前登去紫光国中大训期间，互教练要求协助清理风台了后的校园，互大树缀着伤一半身袂震动。学校事后讲是学生囡仔自愿斗3工的。啊，毋是阮的囡仔做风台的时阵，去树仔骹互地着呢？那安尼你嘛爱负一半的责任呢？你无事无必，甲我叫伊演树仔缀甲安尼，这个后果上要来担。他是我的教练呢。我不可能去拒绝他我也不可能跟他签个什么合约什么的呢。所以他叫我一定去啊，不然我不可能去那边
在那边多做些事。林家对林同学读册的高院工伤一甲出代志的机关各中提出告诉，要求国赔2200万。其中针对机关各中的部分，法院认为林家已经甲创务主任教练和解，放弃民事赔偿的请求权，袂当搁以2个人的疏失，要求学校爱负责赔偿。一审判林家败诉，林家不服，搁提出上诉。医疗方面的协助、心理咨商的协助、社会资源跟政府资源这些的协助，那林同学的家属也主张提出国家赔偿。那学校这方面也是尊重家属的决定。那目前整个案件就是由高雄高分医院在审理中。林家的上诉会伫7月宣判。自细汉由阿公阿嬷请养大汉的林同学，出代志了后，这个医疗加复健费用对低收入户的林家来讲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但是伊并无放弃希望，一直努力做复健，希望会当靠家己，莫互厝的人烦恼。记者综合报道。电信公司台湾大哥大即马有出家己一支自有品牌的手机啊，也毋过说互曝光内底互偷盗资料外泄的软体，即马 NCC 是要求业者爱查获清楚。这是台湾大哥大自有品牌 Amazing A30 支手机啊，虽然已经回收，按过证据真济，别处9万外支手机啊被暗中恶意定性。NCC 指出，这对刑事局提供证据，这个手机啊被暗中放入木马定性，互诈骗集团用手机门号申请游戏账户，骗取游戏点数，互手机用户成做诈骗集团的人头。收集了48件的案件，同类型的案件来进行分析。后来我们就发现，这个里面有共通特性，同一个厂牌的手机，导引这个手机的部分，就是它其实传到了大陆那一边在诈骗集团的里面，那让这一个当初使用这个手机的人被当成犯嫌了。警方针对民众报案，发现有40外支的手机啊被当作诈骗工具，全部拢是Amazing A30支，包含使用中无卖出去或者是已经淘汰，有9万外支。目前台湾大哥大本身用户依然有7600人使用这款的手机啊。NCC 依法要求清查补救，业者宣布应更新软体，用户应家己更新或者是去门市办理。委托大陆制造的部分很讲说，那很多的就说，如果这样从台湾这样已经这次的案例为例的话，就是台湾大哥大用他自己品牌，然后销售的手机，但是那个手机是由大陆制造的。业者表示，手机是伫中国制造。NCC 认为，这事件显示由中国厂商设计制造，毋过用台湾品牌卖，产生治安争议。NCC 加强2大措施，包含行动业者自有品牌手机确属伫中国制造，爱符合治安标准才用卖，也特是中国品牌手机做年度抽测，保障消费者权益，避免同款的代志搁发生。记者综合报道。为了鼓励企业的员工做志工、替时代服务，伫屏东的青年志工站专工办新的计划，是找计程车司机再有失智症的老大人出门去行打，嘛，互一寡行动不方便的时代有才调出门去佚佗。几若只客停车伫南区老人之家停一排，司机真少咧发了种种事项，都是毋敢大意，因为伊要载伫有失智症的时代出外劳碌，望互遮老大人有欢喜心，有好回忆。客停车司机在中辈去到一间烹料草的餐厅，由志工引导到导览员小解种种气味特殊的食物。这个时代因为第一摆看真好现，拢甲烹料草摕起来片一个，感觉有影真心实。这场带老大人出外行打的计划是由屏东青年志工站发动，除了要因行动较不便的长辈几年来的旅游梦，也是望要鼓励愈侪青年志工到店服务老人。沿路上呢，我们也搭配青年志工跟老人家做互动，然后聊天。因为我们过去青年志工其实是比较难接触到这个高龄的这些高关怀的这些老人家们，那也想透过这样的机会，导入青年志工跟营志工一起做这样的服务，那让年轻的志工他可以透过这样的机会更多认识老人家。因为之前就是在那个就是在营队团队是在服务小朋友的，然后就很少有机会就是服务老人，然后又最近疫情的关系，就想说借由这次的机会来帮忙。这场活动若通互青年队资深的志工学习如何服务长辈，客停车司机有机会参与公益活动，行动较不便的时代嘛通希望世界行大。屏东青年志工站就希望以这项计划做示范，呼吁愈侪志工甲企业同齐出力，服务老大人，为社会加添温暖。记者综合报道。
学校的社团800款，云林的考湖国中有一个风吹社团，是拜托专家来教学生囡仔安那做风吹。佮伫县内的县长杯比赛摕到4个冠军，证明这囡仔真正有够。美丽风吹飞着天，这是云林县考湖国中风吹社团的作品。去年才开的社团，头一摆就伫秋季县长杯比赛摕到4个冠军。这个比赛状况比我们预期的好很多，他们把在练习的时候的一些缺点都改正过来，所以才得到这么好的成绩。包括平面小型、平面大型，还有多节小型、多节大型，我们4项都拿第一，也是团体的总冠军。对画图到白线，拢是学生亲身来做，甚至邀请退休的校长回来教学生囡仔。一步一卡印，学生也真骨力学，大家基础拢真实在。我觉得国中和国小风筝比赛最大的差别在于，很多事都要自己来，像是绑多节的提线，还要到现场制作。校长表示，这个放风吹的比赛，除了运用课本学到的知识，上重要的是，让学生囡仔学到团队的合作。包括从材料的选择，还有那个竹子这个结构力学等，其实都跟我们的课程息息相关。而且最重要一点，就是让学生学得一个团队合作的精神。考湖伫沿海地区是练习放风吹真好的所在，透过合作，学生囡仔发挥上好的实力，摕到好成绩。希望因继续打拼，而且为当中学到更较侪道理。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眼界，咱来看物件，若是摔坏去，也是灰仔有起角，普通时拢是单调较济，毋过其实是会当修理的哦。灰仔的修复师，咱全台湾做这道的是无够10个人。即马伫屏东就有一个少年的师傅当管安，伊甲这项石头当作工艺咧做，嘛讲会使讲伊是灰仔的整形外科医师。咱做伙来看伊是安那做的。甲各种的粉照比例调做伙，灰仔修复师陈冠安正伫咧制作灰仔的修补材料，伊正细腻的甲即个敢若是黏土共款的涂料抹伫咧必顺芳，所来这菜差不多2-3天回答。研磨之后，还要再上漆，反复这样子，然后最后才做到金闪的部分。那这当中为什么会做那么久？是因为漆它都需要等干，那在干的这段时间，有可能都是3到5天，甚至1个礼拜。陈冠安讲，要修补一条壁唇，就要经过10几道程序，至少要开1个月。这也是为什么修理的技巧无俗，爱上清甚至是上班。陈冠安伫咧修复器物的时阵，总是先听修造人讲伊家己甲这个器物的故事，伫咧保存原本的模样的前提下，互器物会当重新展现新貌，也替客户修补记忆甲情感。因为外婆走了2年后，这些器物留下来，那这些东西，我舅舅呢，他不忍心就是丢掉，那他想说能不能做一些修缮的动作。那我舅舅是希望就是这个东西能够继续留下来，因为这不仅是他对我外婆的感情的存在，然后也是我们整个家族对外婆的记忆的一种修复。有缺损壁唇的物品，只要经过陈冠安的手修补重建，就让有一个新的面貌。不过愿意开钱修补破碎器物的人无多。我自己很有成就感，所以我才会继续做下去。那我们也是希望，就是说修复人一直把它越来越精致化。伊讲，虽然修复的工作真少人知影，不过伊家当作是一项艺术创作伫咧经营，希望人的感情会当因为物品被传承。记者综合报道。当年的元宵伫台东市区各大宫庙神明出巡，示警保平安，阁有元宵炸邯郸夜活动。虽讲今年即马疫情也未冻点，不过台东县政府已经宣布讲，今年会照常举办。台东的元宵节，市区街路神明绕境新桥经过所在，炮声响袂煞，非常闹热。不过今年全球疫情也是真严重，真侪人关心今年台东县的元宵活动是毋是停办。主办单位台东天后宫表示，今年元宵绕境宫庙7的队伍，按照往年办2天，不过要遵守政府疫情管制措施。参加的队伍人员莫超过50个，要实名制的，炮莫放伤济吼。安尼，一个限制安尼。
台东泡炸邯郸夜是元宵节重头戏，主办单位现武堂表示，炸邯郸夜照常举办，按算新增加中华路甲正气路的市境炸邯郸项目，暗过只限工作人员拼跑啊，避免造成火灾甲人员受伤，佮呼吁民众全程挂喙安做好防疫。还佫有差不多要到2个月时间吼，啊，看疫情安那啦吼，阮配合政府的规定。台东县政府表示，已经要求元宵绕境强庙，确实做好绕境了后的环境清扫甲防疫管制措施。台中天后宫强调，今年禁止设临时神坛甲公共女郎表演接神明，避免久长绕境时间。所有活动要伫暗时12点结束，无遵守规范的强庙，明年就无要邀请人参加。记者综合报道。有民间团体昨伫台北市开一间天龙房屋卖厝的中人公司，也毋过毋是真正要卖厝，是用艺术展览的方式，敲洗目前咱台湾厝价伤悬、伤贵的现象。天龙房屋买不起屋。天龙房屋的扛棒大大机，高大有广告，真足甲看。所有开2000多万买到会漏水的厝，阁有租半平的房间，一个月厝税爱2500。招运团体甲台科大李君在教授打造实体店面，结合艺术展览，用敲洗的方式反映民众真实的状况。我们这广告是在我们筹备阶段的时候去收集的故事，接下来开店之后，我们会透过这人流，就是每天有人进来之后，我们都会请他做一个线上的问卷。到时候我们以户外看板这个图当做基底，届时在这一整个月会陆续收集各式各样的租屋买屋的一些问题，然后还有新生，然后会在墙面去做展品的更换。招运团体表示，这摆特别紧伫台北的罗斯福路，用民众募资，甲即间一个月爱5万，但嘛差不多才5平的店面，所以一个月伫遮办活动，收集民众的心声，嘛希望会当带头改变税厝的乌市。先把我们大量的空余屋，透过囤房税制的改革，让很多空余屋就拿出来出租，同时配套就做租屋市场的制度改革，让所有的租屋行为都要纳管。关心巨大基地的立委，嘛用行动支持。招运团体希望透过收集各方的意见，探讨囤房、税厝、乌市等等的基地，未来伫立法院继续来推塞修法。记者陈雅文、小凯台北报道。在镜头来东京，日本东京新增头一张创鸭鱼化价，受疫情影响，今年头一尾创鸭鱼敢若卖出2084万的日票，大约是新台票573万，若这个计数是去年一成尔。卖人摇日啊，叫买人赶紧出去。东京上大鱼市丰洲市场，随五透早有新春重要活动，今年第一场的双鸭鱼竞标。对日本各地来的双鸭鱼摆正整齐，互买人出去。不过今年受疫情影响，一般游客袂当入来，所以市場的人比往年較少。この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の感染は、ワクチンや特効薬が普及することによっていずれは終わります。その日まで生鮮食料品の安定供給を絶やすことなく続けていくことで、強い気持ちでオール市場で臨んで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今年成交计数上悬的是一尾自青森县大井港上花重208公斤的蚵仔船，由大型的批发商山信用2084万日元，差不多是代表573万的计数标调。往年新春第一尾双鸭鱼成交计数拢超过亿，今年只敢若去年的1/10。蚵仔船计数求水，甲疫情有关系，因为政府的防疫限制，民众较无伫咧外口食，双鸭鱼的需求量也减少。日本政府的数字显示，去年前6个月双鸭鱼的进口量68%，去年7月双鸭鱼的计数也比前年同期降8.4%。表调的山信讲，就是因为大家拢伫咧困难的时期，才想要提供好食的双鸭鱼，因表调这尾蚵仔船会提供予东京的素食店卖。公司新闻齐焕玲编辑。过去30多天，洛西亚用保护女性做理由，限制查某去做一寡工课，亲像讲袂使驶卡车、袂使驶火车。也毋过伫2020年有经过修法，即马莫斯科的地下铁伫这个月初有请12个查某司机。手划着操纵器，
女驾驶正专心地看着头前，准备要入站。俄罗斯莫斯科的地铁，新的一年有12位新的女性驾驶，这是让了30几年了，再一遍请女性做驾驶员。 Независимо от пола, поэтому очень рады, что московский метрополитен, один из первых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с перерывом с 80-х годов дает такую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женщинам, которые работали в московском метро, получить новую профессию. 俄罗斯劳动部将因为女权团体向法院上诉，将让女性无法度工作的职业缩小到96种，拢是高危险性的工作。 В наше время мы считаем, что должен быть выбор у всех заниматься и работать там, где он хочет. 这12位女驾驶拢是原本地铁的员工，像是清洁工加站长。一开始内部的转职考试有25个人报名，最后只敢拿12个人完成训练。为了这批新手的女驾驶，莫斯科地铁也阁特别设计新的制服，有裙甲裤，让驾驶员家己拣。以后也阁会自内部加对外开放，招考更较侪女驾驶。公司新闻陈思东编辑。 查某咧洗火车已经无稀罕，伫日本重男轻女的社会，即嘛拍破传统。小燕的选手最近这几冬嘛有查某的。若讲到日本小燕，大家头壳内出现的画面拢是这种，两位男性的律师互相伫咧扫对方，若甲对方扫出范围就算赢。 不过小燕也让安尼死，这项有几落千年传统，和日本人看做是国粹而且专属男性的运动，这几年开始慢慢有女性参加，像21岁金日豪就是。When we step into the ring, we bow to one another, and then we must keep our bodies within the ring. If your body or your foot touches the ring, you lose. 金日豪6岁开始学小燕，已经10几年啊，这嘛是日本馆大学的选手。不过像因这种学校无多，因为传统的日本小燕文化，把女性当作不洁，袂使入去小燕台，未接受女社员无用记。民众对女性练日本小燕也无共意見。People shouldn't believe that all female wrestlers are obese. Look at us, we're slim, but we're sumo wrestlers. I was lucky to be able to practice up until university, so I feel a responsibility to change mentalities. 在日本小燕的男女选手比例大概是300比1，不过慢慢有增加。主要是日本一直想要和日本小燕真侪奥运的比赛项目。90年代中期了开始积极推广女子的日本小燕，虽然只敢来人拍业务赛，不过对保守的日本社会来讲是正大突破。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辑。 天气报你知，提醒乡亲，今日寒流落南，各地温度会下降，愈晚会愈寒。伫北台湾会继续落雨，气象局早起有针对湘北甲嘉南发布大雨特报。若即波寒流天气是淡冷，下晡到明仔关山有机会会落雪。做回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温度上低9度，上悬13度。 中部温度上低是11度，上悬16度；南部温度上低13度，上悬21度；东部温度上低10度，上悬18度；外岛的温度上低是5度，上悬15度。 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天珠，众亲顺心，咱再会。